繼續落到嚟咧，就係2023年 MC 第13題啦。呢題66% 人答得啱，變份嘅題目啦，又係嗰啲咧幾嚿嘢擺埋一齊去處理咯。佢就問你啦，首先我哋要砌翻啦，已知道 z 係隨住 x 嘅平方就係 kx 二次啦，以及 y 嘅立方根啊，所以咧咁我哋咧就唔需要寫份數噶啦。kx 二次乘翻立方根咧就係開方3次 y 啊，呢個大家小心啲啊！好多人睇字咧唔睇嗰個根字啦，英文就冇睇到嗰個咧係 crib root 啫，就咁睇個 crib 咧就算數嘅。咁所以咧我哋咧然後就計啦，就係如果啊當 x 係12，y 係64嘅時候，佢就話啦 z 就係36，所以咧我哋好快篤一篤翻個 k 會係幾多咧 ？k 咧就係36除翻12嘅二次，再除翻開方3次嘅64啦。咁啊撳落去啦，咁啊我哋撳得到 k 就係1/16。咁然後佢就問你啦，喂，如果啊今次啊嗰個 z 係幾多咧？就係如果佢個 x 係16，然後嗰個 y 係729，所以我哋咧撳一撳翻啦，16嘅二次乘翻開方3次嘅729，再除翻一個16走咧，我哋撳落去咧，撳機撳到144咧，所以最終答案就係 B for boy 144呢個答案啦。